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陆冷气团吹到台湾，下暗开始温度会降，一直寒到拜六。伊国北部温度上低可能达到10度以下。双地税修法三读通过，有生囝扣除额头一梯扣15万，未排除好野人；厝税列作特别扣除额，逐年扣18万。今年的年尾奖金平均有1.32个月，金融业平均2.75个月，连续11年拢是上济。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表示，下暗开始温度都会直直落，一直会寒到拜六、拜四、拜五上冷。北部的温度上低可能达到10度以下，有机会加做今年头一阵寒流。而且北部、东北部的雨水较高。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可能会结树霜，甚至是落雪。大陆冷气团落南，气象署提醒，对阴暗开始气温会一直降，而且影响到拜六透早，特别是拜四、拜五，除了南部迄时有20度以外，其他所在拢会感觉较凉快，甚至北台湾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正做今年头一阵的寒流。目前这一波最低的气温会在星期四夜里到星期五清晨。目前预估的低温在马祖是7度左右，金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在9到10度左右，其他各地的低温是13度到15度。沿海空旷地区或近山区的平地，低温还会再低个1、2度，或是更多。另外，气象署表示，这2天雨水会集中伫咧北部甲东北部这方面，特别是明仔载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雨水要等到拜四才会较少。要若这阵冷空气，关山可能会结冰或者是结霜，也无排除会落雪。其实从星期3晚上到星期6清晨，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大约2500公尺以上的山区，可能会有结冰的现象，会有雾凇的情形。那至于最冷的时间，星期4晚上一直到星期6清晨，在北部、东北部大约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一样还是可能会有结冰或雾凇的现象，但也不排除可能会有降雪的情况。气象署也要提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仔载开始，除了桃园以北，其他地区拢有机会透9级到11级的强阵风。气象署也按算会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海面上也有机会出现4米到6米的大影，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桃园机场抓到一个香港的毒品集团，想要偷运14公斤的K他命来台湾。这个集团的成员拢总5个香港人。因用旅游的名义，招人去到澳洲和当地毒品集团直接，伫行李内底藏毒品，再搁为巴黎背来台湾。桃园地检署甲4个嫌犯提起公诉，另外涉案的主嫌当咧逃亡，已经发布通缉。拍开行李箱啊，伫劫站内底提出一包白色的开他命。航空警察局甲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7月查到5个香港籍入境旅客，用托运行李劫藏第3级毒品开他命14.158公斤，期待高达新台币3000万。在巴黎机场就直接挂你的名字了，你就把它运来台湾，而且你们是同一个旅行社一起订票的吗？你因为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航空警察局依规定进行逮捕。这外号种为首的卖毒集团，先伫6月就几啊名无熟悉香港人到澳洲旅游提供资金买精品、名表等，照清查流行，骗机场执法人员用欧盟国家无需要签证的特性，曾过真济个将毒品运到法国巴黎，为巴黎机场坐飞机来台湾，是要闯关入境。由5名香港籍人士组成的贩毒集团，觊觎走私毒品入台的高获利报酬，以旅游名义先至欧洲、比利时与当地贩毒集团接洽，策划走私凯他命入台贩售。这香港人跨国运毒案件专案经过桃园地检署，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将4人提起公诉。外号种的涉案的主嫌，看到代志别空，伫案发期间甲台湾接应的女朋友，都甲泰国曼谷，也发布通缉在案。记者综合报道。所得税修正法案今仔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法案主要包括要有关有生囝的扣除额，0到6岁头一梯为12万，有关到15万。第2梯以上的会使扣22.5万，未排除好野人。另外，厝税改列做特别扣除额，逐年扣12万，有关到18万。
政府要救少子化，鼓励大家生囡仔，推动所得税法修法，19要并三读通过。经过调研协商，配合政府0到6个国家责任区，提悬幼儿考度额。第一梯幼儿特别考度额提悬到15万，第二梯以上拢是22万5千块，并且提了百户条款，适用年纪自0岁到5岁扩大到6岁，按算明年生效，后年适用。大约有13万的家庭会当适用。国民党认为政府鼓励少年人跟生囡仔，应该爱更加有成绩。排富条款也把它拿掉哈，预估这个到明年大概会有10几万，但不到13万，最多就13万的家庭可能会受惠，很多人不愿意结婚生小孩。你想想看我们是全世界最后一位实在应该要大力的来鼓励。所得税法修法也甲自卫租金自这么标准考度额改列做特别考度额，每年考度额都自12万提悬到18万。财政部估算受到好处的户数会当提悬到102万户。学者认为，自卫租金改列做特别考度额，主卡会向自主征收列报，有效解决租厝市场的乌数问题，也当引导厝头家租金收入依法申报所得税。不过，在野党对考度额认为应该搁再提悬，若无是加高伫台北租厝市场的行情。希望能够先过的先过哈，尤其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的期待哈。那在金额的部分，当然大家也希望抵扣的越多越好。都会压在选前突然的就通过了，那造成大家好像支持也不对，不支持也不对，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来做修正，但是就被迫的变成是先求有再求好。民众党的柯成院认为，除了提悬考度额多，也应该健全租厝市场。王万武指出，时代力量是支持修法，不过认为民进党无充分讨论，赶伫咧选前通过，是逼在野党爱配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扰乱咱台湾，毋但是派军机甲军搭，17有2粒气球飞过海峡中线，18个有1粒是出现伫基隆的西北边。因为国内大选要到美军印太司令表示，中国军方伫台海周边起步空的情形会愈来愈细项。大选特别讲话，国际也关注台海局势。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18致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克斯，讨论美国如何伫区域敌对情势愈来愈严重之际，帮助台湾协助中国。伊伫会中讲到，小罗斯福总统伫日前进前有名呼吁，表示美国应该建立协助边疆厂，佮提议用有创意性的马界线解封，赶紧提供台湾上需要自卫武器，亲像汽车飞弹等。就是加速台美之间的这个工业合作，因为台湾有很优良的这个制造业，那美国的武器开发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可以把美国的这个研发能量跟台湾的生产能量结合起来，如此可以快速的强化这些军备的生产。盖拉格示警爱为中国侵台有先做好准备。美国10日也宣布3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中国国防部甲外交部也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佮表示会采取反制措施。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将对参与对台售武的有关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表示，美方已经观测到台湾大选进程，中国军方伫台湾海峡周边的挑战行为继续增加，已经为中国想要施压台湾人民，呼吁中国克制恐吓行为，重新致力和平解决问题。政府也将持续秉持不挑衅、不冒进，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的立场，捍卫国家主权以及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最近中国不止军机南绕台，还有空飘气球。为17 2条气球超过海峡中线了后，18个查到1条空飘气球，伫基隆西北边差不多67海里。另外，也有共机4架次共南3只，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各军拢有严密监控甲应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众党候选人郭文哲提出政见，讲要改变有权无职的总统制，打造联合政府。若民进党热清着出席活动，呼吁百姓票爱投互着，行正确的路。
另外，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昨暝和台大座谈，讲要声援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佮讲家己袂想要去香港甲中国。大选提出政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在去召开国家地理记者会，佮表示要终结有权无照总统制、国家缺少财政纪律、加司法失灵这问题，打造联合政府。国家的效能太差，天天在吵架，不能有效运作。我们要终结有权无责的总统制，要创立联合政府，最终目标是内阁制。不过，受限的抗战审核权外界关注内阁制进行的时间表。郭文哲表示，爱先为行政院长的国会同意权甲行政管理先开始。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0日去台大演讲，伫上台道谢关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违反国安法被关，恐惊面临终审加禁，佮喊声中国应该先台香港。我不是只是声援黎智英，我认为北京要善待香港。你这样对待香港，凭良心说，我都不愿意去香港，我也不愿意去大陆。赵少康伫座谈的时阵，也出郭文哲去城大演讲，因为明直播煞生气，互郭文哲回击，爱不清楚身份是副总统候选人，毋是媒体讲话人。另外，民进党罗清德再起是甲立委候选人参加文化界庭内大会，喊声爱选对的人行对的路。所谓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就是走台步了。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罗清德强调，爱向前行大步，毋是行回头路。也佫表示，国会议会爱过半的目标，若无，若面对议题时阵，政党力量伫国会会一直对弄，对国家发展来讲，毋是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全国教师工会团体今仔日公布10大教育新闻，要互总统候选人了解目前教育界关心的议题。其中，因认为双语教育的问题上害。学生用英语上专业科目会危害国家语言多元发展，毋但英语学袂好势，专业科目嘛无法度兼顾。全教总希望候选人会当针对问题规划政见。离总统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三党的候选人也拢有提出教育相关的政见，为着要让候选人了解教育界关心的问题，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公布10大教育新闻，因指出问题上大条的都是双语教育。全教总批评目前的执行方式独尊英语，毋但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多元语言的精神，嘛致使学生用英语在上专业科目的时，双边拢学袂好势。语法法的一个本土语，竟然不敌。没有任何的一个课纲，没有任何法源依据的一个双语，这是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希望真的可以看到这些问题，让整个教育现场回归多语台湾、英语友善，把英语课好好教好。另外，第2名是无适任老师处理机制的问题。全教总指出，校园投诉案件部分大细学校拢要接受调查，严重影响到校务的运作。第3，全教总批评三党的候选人为着竞选，直直提出野钱的政见，要扩大教育投资，比如讲要帮助私校学费、调关学术研究费等等，不过拢无思考到国家财政敢负担得起。因为我们国家的租税负担率，在全世界。几乎是只有先进国家的1半或是1/3，根本支撑不起我们对教育公共化的理想跟蓝图，所以必须同步的去检讨我们的税收的问题。教育是栽培人才国家发展的根本。全教总呼吁未来的施政上要紧的是爱解决问题。因针对教育现状提出年度10大教育新闻，要求候选人规划出较实在的政见，莫为着选举乱开支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伫1997年爆发口蹄疫，市地产业是经过23年的打拼转型，伫2020年总算脱离疫区。若传统地质嘛，伫2006年开始就无搁再出现啊。东亚敢若日本甲台湾无非洲地质疫情，不过即阵要过年啊，民众会送礼，可能会违法进口肉品。农业部表示会提升边境的检疫措施。为中国入境的旅客行李当中的这条延长，
18号，农业部验出新基因重组的非洲猪瘟病毒，传播能力、治病能力拢较强。我今年这民众会送礼，就加民众为国外早猪肉品入来，会提悬非洲猪瘟的风险。农业部强调，政府会加强边境的防检。非洲猪瘟最重要就是在边境拦检，我们也会增加我们的抽检率。好，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年节的时候，好，我想从现在开始，这些圣诞节就有一些人回来，还有我们新的过历年，那接下来的农历年，我想这段时间我们会启动一些加强防检的一个专案。亚洲流行的非洲猪瘟疫情，目前东亚、村日本甲台湾有收复掉。台湾自2020年开始，也消灭包括饲猪产业损失1700亿的口蹄疫。捌伫台湾存在60年的传统猪瘟，自2006年以后也无搁再出现。猪农讲，中央的百亿饲猪产业转型基金是关键。互咱的设备会使含国际接轨，啊无咱养猪的成绩伫全世界来讲，咱的成绩算做歹，因为咱拢传统式的。109年6月，终于获得世界动物组织的一个认定，我们是非疫区。这个期间经过了23年半。农业部表示，今年9月已经有台湾的青猪肉成功销到菲律宾，这是台湾胃口蹄疫区除名了后的第一个成功案例。现在是国内也陆续有猪走，继续向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继续增加外销量。记者龚长随台北报道。来看台中传出虐待红婴案件，这个月初十有一个3个月大红婴仔拿枪互老爸虐待到重伤，送去病院进前已经袂喘气啊，加在急救了后恢复心跳，带伫家护病房。目前检方是依照重伤害罪，甲这个老爸收押。警方接到消防局通报，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敢若受到家庭暴力。警方找到23岁的老爸，伊讲是因为抱囡仔的时阵无细力去弄着，才互囡仔目睭有乌青的状况。不过检方介入侦办，发现这个老爸对案发过程交代不清楚，而且讲法反起反倒。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罪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原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病医表示，查甫婴仔12月初10送去急诊，已经无生命现象，头壳唔有弄着伤，骹手也有凝血，目前也搁伫咧家护病房急救。这个疑似家庭暴力的案件，查甫婴仔的老母伫12月初10暗时发现囡仔鼻孔血流袂停，而且昏迷叫袂精神，才赶紧送病院。警方12月11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查甫婴仔的老母伫咧12月12嘛表示有受到家庭暴力，检方12月13甲依照伤害的罪嫌声押核准。台中市社会局目前已经有安全的计划，查甫婴仔住院期间，老爸袂当单独面会。卡叔讲，查甫婴仔若是出院，老爸嘛袂当单独照顾。如果你的配偶事实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的话，周遭的邻居朋友，如果说也一旦发现说，有你的朋友或者是邻居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也请拿起电话筒113来做通报。警管基金会表示，老爸老母也被束手，常常因为囡仔的教养会冤家，应该爱对外求助。社福单位也应该对高风险的家庭主动关心。若准拄到家庭暴力，会当敲113专线，找人来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公务人员的加班费是算点钟的，做无满1点钟的就无准算。这款制度是引起侪争议。行政院伫今年8月底公告一个试办计划，要把这寡时数扣做伙算加班费。不过，台病院表明未参加计划，引起医护人员的质疑。因批评讲，这大间病院是带头咧剥削员工。伫疫情了，有真侪护理人员离职，轮班医术人员的压力真重。台边的公职护理师就讲，并即内有真侪轮班公职医术人员的台边，最近就对内部明确的表示，经过评估了，将袂加入轮班轮休公务人员加班有所并举的试办计划。医院甚至在内部的讨论会议里面说到说，拒绝试办是为了避免加班申请腐烂这种字眼。医院经常将薪水小偷的形象投射到每一个员工的身上，忽略大多数人其实反而是在这种现况下根本就没有办法拿到加班时数，却还是不会擅离岗位。护理师讲，病方面希望大家替大局想，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员工加班变做伫咧做功德，实际上就跟他欠薪水同款。台边人事处是回应讲，因为院内同仁总共有400多种班表，执行无容易。也讲是考虑到健保的点数加公务员调薪的成本，
才会做出无家己试办计划决定。医院加班费的经费来源是由医院的人事费用预算向下指引嘛。本院的其实医疗收入其实受限在全民健保制度之下，然后未来也很难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样的差别待遇，其实对公职人员来说，一个医院两个制度，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学者认为，像台大病院适用劳基法身份的人，会当以分钟做单位来申请加班；那适用公务员身份的人，是以几点钟过来算。两种制度并无公平。卫生部是回应讲，对于劳资无同的意见，希望双方会当协商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推动虚拟健保卡到达已经分卖65万张啊，偏向甲外岛的居民，互医生看会当更较方便。而且健保署是宣布讲要推动电子药单，每年会升至花莲市班。去看病不一定爱查健保卡，那提出手机健保快药通 App 内底虚拟健保卡顶悬的 QR code， 就因进行身份认证，开始看医生。就算伫偏乡离岛地区，也能顺利看医生无障碍。到了诊间他其实只要打开手机，那医师点选请求授权同意，其实他就完成一个读卡的动作，所以现在其实是相当的一个方便。健保署表示，现代人差不多人拢有智慧型手机啊，虚拟健保卡为108年试办到即马已经发卡将近65万。去年开始用伫居家医疗、远距医疗、甲视讯诊疗等3大医疗场所，透过创新科技，用串接门诊报道、检查甲批价等流程，按算明年第一季会伫花莲县试办电子处方签，互民众家己到邮局领药啊，避免纸本碰见的风险。这个慢性处方签要用3个月，那中间如果遗失了，那又要重新看诊。那未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好，就是一个 QR code， 同样的可以存在你的手机里面，这个就是电子处方签。各种不同的应用方法，如果能够出来，让我们的民众使用那在看诊啊等等这些更方便的话。那我想民众的接受度也就会大。卫福部强调，虚拟健保卡对拍破健康照护威力有帮助。目前全台已经330间医所提供服务，后续会大大扩增健保卡的加大应用，来提升民众看医生的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这礼拜六要举办耶诞演唱会，不过活动还有几天才会起稿，现场煞已经有人下过封锁线，用纸棒占位。市府表示，22才会开放排队，占位的纸棒会派人总扫掉。大家好，我是 Fin， 美拍曼여러분 안녕。台南好样摇滚耶诞演唱会伫要伫23开始，宣传影片5个邀请韩国明星来表演，消息一出来嘛引发民众讨论。活动现场目前登咧大舞台，涂骹所出现纸棒、野餐布，顶头阁写着占位，甚至阁有电话号码。以往大家都会拿可能野餐垫过来这边，就是占位置。然后他说，因为之前都这样，是住得近的人会觉得方便，但是住得远的人就会觉得可能有点不公平这样。我们人也是会到，只是就是先用东西暂时放在那边而已啦。民众提早占位，就是想要离明星较近的。不过详细看，这的纸棒拢是伫封锁线内底，这嘛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袂使安尼。台南市府表示，会派人来清除这的纸棒。坦白讲，这个一方面会造成环境问题，第二个也有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台南市政府已经公告了，就是说星期五就12月22日星期五才开始开放排队，而且一定要本人到现场。因为如果用纸板的话，影响了环境，影响了别人的公平性。台南市府强调，这个耶诞演唱会目前已经公告22才开始排队。虽然民众真热情想要参加，不过伫封锁线内底占位是违规的行为，呼吁民众也是爱照规矩来排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2025年会将正做超高龄社会，代表长期照顾需要更较侪精力。不过这几冬有一寡照顾者未堪这照顾压力，转态死当爸亲人。要安怎让长照体系更较集中，防止悲剧再发生，是长照政策推行的关键。台南13发生一件长照的悲剧，一个查甫人若想压力上大，制裁袂调，甲吊床的老母抬死了后自杀。类似的事件这几年来一直发生，嘛引发各界对长照政策的讨论。
长照这种东西都是非常进阶的服务哈，所以你要能够发现说，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资源，真的要长照法的话，我是建议说把健保法丢到一边，用一张空白的纸重新开始写。我们知道很多照顾者他其实是不习惯求助的，我们体系内其实是有照顾者支持系统哦，那可是其实还有不普及的地方哈，我们很努力把这些人找出来哈。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把照顾者支持的这个系统也要纳到我们长照政策里面，那是最好的哈。台湾少子化甲高龄化的趋势愈来愈严重，其中爱承担照顾老人的壮年世代压力嘛真大。政府从106年开始推动长照2.0的计划，预算提供到达有650亿，不过需求要是济过供应。可是，在医疗推行了这么多年哈，那可是使用者可以使用到的民众其实是很少哈，因为为这个根结的问题，其实还是在那个供给面不足了哈。在医疗这个部分，它其实一部分有长照支付，一部分有健保署去支付，这样才会比较完整。在未来的长照3.0里面，应该要长照3.0要去支付在医疗这一部分哦。学者专家认为讲，长照爱为民众的经济问题、生活甲心理压力等等的层面来处理，相关的政策需要提供更较周全的资源甲协助，才会当为源头解决民众长照服务的需求，避免悲剧持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每年编2亿6千万的预算，要甲全台湾1600多间托婴中心的监视影像，拢保存伫网络空间，引起争议。今仔日有老师和家长开记者会，批评这个政策无尊重老师，嘛侵犯人权。支持监视器，反对监管局。伫刑检头前比查画口号，有个团体老师加家长代表出面开记者会，讲其卫福部明年编2.6亿的预算，规划为全国1600多间公私立的托婴中心建立监视影像云端储存空间，等于是集中管理幼教机构的监视器画面。何老师这个安尼先做无合法比例原则，也侵犯人权。自己是同意设立监视器，这一点没有问题，但不应该被无限上纲，只基于少数事件的不信任。难道我们老师都是犯人吗？这样升级的举措，我觉得会使得已经先天不良的幼教环境会更为失衡。应该是要加强检查学校业者当中他们在装置监视器的这样的问题。我不认为就是上传云端可以制止或者是减少虐童的事件，应该是要从现场的环境去提升我们稳定的环境。有个老师讲，强行要撒监管云，那是无尊重业界，造成教保人员的压力，也可能引起真侪人士头路。家长也担心，相关影像若储存到云端，和海嘅热心外流出去了，无法度保障囡仔的隐私权。你要做监听，都是违法的，这个还是监控。上传云端，它可以扩大。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调查党团冻结预算的提案拢无被通过，民进党团是要求卫福部向委员会提出专栏报告。因为卫福部是回应讲，会就各界反映的事项做沟通，并且确实建立操作的 SOP 加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年尾要到啊，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年尾奖金平均大概是1.34个月，是最近6档以来第2济。其中金融业的年尾奖金平均是2.75个月，是连续11年拢是分上济。轻快个欢乐的素食店主打歌，加做各大企业今年每季上热门的表演项目。捌度过疫情期间每季挂零的舞蹈团队也赶紧练习，准备迎接今年实体每季，搁起来6-7成的热调。比方说金融啊、不动产啊、电子啊，对，然后这些的话，他们的预算都已经有到6位数。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年终奖金基数平均差不多是1.31个月，是近2年来第1悬，出现连3年反弹。因讲是正式行出疫情冲击阴霾。年终发奖金相关的行业是金融、运输甲科技业，类似型产业也大大回升。餐饮业啦、量贩业，甚至这个运输业当中的空运业、报复性旅游草，所以带动业绩回温的情况下，从业人员的这个年终奖金是比较乐观的。调查显示，今年有88%企业要办会期，不过这不一定是所有员工拢认为是好代志。
有企业要求员工下班的时间爱排练表演舞蹈，奖金搁少，甚至无发年终奖金，规期用娱乐方式压钱，爱员工家己扣。我们所有拿到的业绩奖金，常常是要请学生，常常是要跟学生打好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所谓的年终，只有偶尔有业绩奖金而已。在年尾有人欢喜，有人愁，大型企业也出现在原条。外送平台Foodpanda母公司 Delivery Hero 10月宣布，今年全球已经在减13%的进度，搁被关伫土耳其甲台湾的全球科技中心。台湾Foodpanda今日文字回应，强调被影响台湾Foodpanda平台营运甲组织结果。另外，未来台湾科技中心关起来，要再提偌济人，是记者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到今还未收煞，甚至影响到全球的海军。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为着要表态挺哈马斯，都去攻击一寡经过红海要去以色列货船。即马国际真侪大型的航运公司，包括台湾的中营、阳明海运，拢宣布改变港路。这运费的成本增加，全球石油甲物价恐惊拢会对得起价。因为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继续针对经过红海驶向以色列货船发动攻击。英国石油业者、英国石油公司伫10月表示，将会得到包括丹麦、马士基等全世界4大航运业者的卡波，暂停红海路线及其他航线。目前正伫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也强调，也门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将会启动大河叫做发现卫士的行动，联合欧洲甲非洲等9个盟友，共同保障经过红海商船未受到青年运动的攻击甲干扰。In the Red Sea, we're leading a multinational maritime task force to uphold the bedrock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ran's support for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must stop. This threatens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I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you are taking action to open that strait. 也门的青年运动是伊朗伫咧支持，为了要抗议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自11月开始就针对因所掌控的红海南边，连接红海甲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攻击要驶向以色列商船。11月底，一个劫持一台英国所有、日本伫咧经营的运河领袖号货船，劫持25位船员。运河领袖号甚至变作也门民众的观光景点。美国甲法国的军舰最近也连续甲青年运动的无人机攻击，甲动来。除了英国石油甲国际大型的航运业者计划，台湾的货柜三雄，包括长荣、阳明甲万海，10月也宣布暂停红海航线，设另外航线。青年运动伫10月又搁宣布因攻击2台经过红海商船。因为红海是全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甲液化天然气一个消费品运输路线之一，也是亚洲主要苏伊士运河航向地中海、欧洲甲美国东海的重要航线。业者评估，船只停港等待，或者是行另外航线，将会扭断船期，可能会造成运价行悬。若是这种政策继续1、2礼拜，也会扭悬国际油价一个民生消费品的绩效。公司新闻金源庆编。再来看极端气候影响全世界。美国东北部因为大水祸造成2个人死亡，超过70万户断电。若南韩这边拄到今年上强的寒流，预估明仔载首年会落到零下14度。另外，印度的南部上大雨做大水，目前知影已经有3个人死亡。美国东北部落暴雨，纽泽西州、宾州东北部分地区落超过13毫米，附近几个州落雨超过10毫米。新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阵风每点钟113公里。为维吉尼亚州向北往新英格兰地区超过70万户停电，马州70个人被风吹倒树地死。当局已经要求民众尽量踮伫厝内。缅因州州长米尔斯宣布，州政府办公室10日下晡关起来，搁发声明，暴风雨旋去几点钟之内会搁较强。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10日早起所有航班停飞，100个航班取消，370个航班延误。纽约地区机场将近80个航班取消，超过90个航班延误。另外，南韩拄经历今年上强的寒流。一直伫0度以下，济州全罗道沿海地区差不多伫0度，京畿道、江原道寒流警报，首尔10日透早气温降到零下7度。
코트도 사실 너무 더워서 그냥 들고 다니거나 그랬거든요. 근데 진짜 너무 갑자기 하루 만에 조금 막 추워지니까 약간 지구가 걱정돼요. 当局预报，中部甲西部地区19开始落雪，首尔20上气温有超有零下14度，可能会是今年冬天上寒的天气。印度北部伫南部坦米尔纳多邦引起毁灭性大水，10个有雪地区学校金融机构关门，有人不幸死亡。真侪居民了水、车浸水，餐饮引起部分开车忙处取消，互数百旅客滞留，超过7000个民众撤离安置。 当局已经针对真侪地区发布红色警戒，佮表示暴雨可能会继续到19。公司新闻恩文玲评报。天主教教宗彭济国18批准一项裁决，教宗同意神父会使祝福同性的经判，不过条件是这款祝福袂使成做教会仪式的惯例，或者是圣礼一部分。虽然这代表同性恋同款袂使办婚礼。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认同这项进展，嘛希望教会会当更较开放。一份由教廷教义办公室伫10月发布的文件，内容是教宗方济各签署，表明赞成非正常情形的伴侣加同性的伴侣有接受祝福的可能。神父应该根据具体情形做决定。而民众可能透过简单的祝福，查询天主斗三公的各种情形下，无应该阻止或者是禁止教会甲民众挖军。 Le persone di tendenze omosessuali sono figli di Dio. Dio li vuole bene. Dio li accompagna. 这份历史性的裁示有关重申，教廷把婚姻看作是一男一女的终身庄严誓言，最强调无适用伫婚礼、民事结合等仪式，因为祝福袂互异常的情形变犯法，袂是常规仪式或者是礼仪的一部分。Sacramental equality is what would put us on the same footing as any other Catholic seeking recogni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e're not there yet.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but it is yet another step on a journey that still has probably miles and miles to go. 方济各自2013年当选教宗了，一直想要用改变某一寡道德教义来发现国家侪人入教会。不过教廷也提醒讲，这并无改变反对同婚的立场，而是天主接纳所有人的信息。对此民众大部分拢支持，有人认为教宗会当做更加多。Correcto, me parece que todos tenemos el mismo derecho, ¿no? Estamos en un mundo nuevo ya. Assim que me parece lo correto. Eu acho que você tem até o direito, você muda o que você quiser. Agora, perante a Igreja Católica, eu acho que ele está no lugar errado, esse Papa. 8月的这份裁示推翻2002年所发布的声明，讲祝福维护无正常的情形合法化，不过一定会互保守派反对。今年10个方济各对这个议题发表初步评论时阵，就已经受到批评。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镜头转来到国内，有一只外国的货船海顺号，顶礼拜伫偏湖加博克达。虽然船顶9个人拢有救起来，不过船漏油，海平去互油污染300公尺长、10公尺宽。海保署表示，会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要求货船爱甲船的油拢抽互清气，嘛爱甲船拖去到岸顶。 空天直升机来到平湖县加坡海峡顶悬，要挂钩的船员，这只外籍货船海顺号12月17因为故障失去动力来扩大，船员拢得救，也货船是伫海面浮浮沉沉。在中午的时候，漂流至后寮的天堂路附近沙滩，后续由直升机救起，9人送往马公机场。 初步掌握，货船顶头大约有20桶柴油、乌油才会燃油。12月18发现有漏油，地处平湖河边、海边拢有污染，甚至是愈来愈大片。第一时间因为海上歹，无法度挖进船只。平湖县环保局也有海保署的工作人员是先用棉啊去河边的油污染，避免污染，搁再扩大。 那我第一时间先布这样子的一个吸油棉锁。那船体本身现在正在漏，是因为像我们原本昨天就希望先第一时间布那个燃油锁，但因为海象不佳，下午3点就已经全部清得比较干净了，就现场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油污。总共呢，我们清了12车次，然后清了2690公斤的一些含油的一些废弃物。
海保署表示，甲相关单位做伙清除，在2月18下晡初步完成油污染的清理，不过船只也伫咧海面，为着避免搁再有漏油，12月19顶晡也有13工作人员伫现场台面监控，刷落卖要求船只所有人甲船顶的残油抽掉，并且甲船拖去海顶来处理。记者彭友高阳报道。今年10月，萧肯洪台扫台湾，升等中南部的稻仔。农业部正式公告，包括云林、嘉义县市、南投、高雄、甲屏东6个县市41个乡镇，拢总13000外农民会使领理赔，总金额是1亿9500万。今年日期中受到萧肯洪台影响，产量大幅减少，导致单车收购价小创下新高。但中南部真侪农民有部分申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无通过，经过农业部农经局公告。已经完成今年日期中产量调查，水稻的修理保险开始启动理赔。这是加较好啊！这对农民来讲是种保障啊，无补这稻啊，无趁钱啊。补这稻啊起来拢成本尔，起来就是伊的迄个，我甲算，我今年开始补，我看就是咱成本这拢超过1万块啊。农业部表示，萧肯洪台对中南部水稻造成伤害，除了公告部分县市为水稻天然灾害救助区域。东北农业保险做产量调查，目前已经完成并公告云林嘉义县市、南投、高雄和屏东等6县市来核算理赔金额。那只要是达到理赔标准的话，我想我们的农经局就会尽速的跟这些保险户，就是这些农民就是联系，然后会直接把这些保险的这些理赔的金额会直接汇到他的账户。农业部就讲，经过统计，这6县市总共41乡镇。有13000多名农民会当得到水稻保险的理赔，每公顷18000块，总金额达到1亿9500万。嘛好，农民会当透过农作投保，以强化栽培营运能力，和收入挂保障。记者用报道。宜兰粉鸟那鱼港最近当咧施工盗刷，不过环保团体发现讲，这挖出来落果煤，拢再去倒伫东澳北溪出海口的沙坡。环保团体烦恼安尼生会破坏生物的生态地。一只的沙石车，甲袂输落果煤才刷倒落，也若怪手伫海沙坡挖坑，要放这落果煤。这是宜兰县府最近伫粉鸟那渔港所做的工程，要解决这刷的问题。不过这刷后续处理的方式，和款团是真烦恼。反正你两边都要做生态检核，就是你挖的位置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生物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栖地环境。然后有哪些物种，你可能都要了解。官团质疑县府伫渔港所存进前，敢有办理生态检核？渔港这刷甲沙坡的刷无一定同款，常常甲这刷放伫海沙坡，恐惊影响当地原地的生态。伫海沙坡生存的金仔、虾仔等等，常常失去生存的空间，而且挖的过程嘛会破坏海沙坡原地的树丛甲草仔，海沙会挽袂牢，海滑线恐惊会倒退。怪手一直咧挖，要做渔港的疏浚。除了粉鸟那渔港，县府今年疏浚的工程，还包括乌石港、港下浜渔港，工程经费差不多3700万。整个这个疏浚完成之后，也把这些站置完成之后，我们还会做一个简易的一个植批的一个附生的部分的一个作业。面对外界质疑，县府讲，把这刷去东澳溪是要增加溪坡，不过因为无所在通升空，这这刷无法度升空互较大咧。后续会注意尽量减少对生态破坏。疏浚的工程完成了后，东澳溪的沙坡仔，卖甲树仔搁种倒转来，恢复原地生态。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最近有风声讲，明年开始，县府会补助65岁以上的老人坐计程车，每个月1000块。不过事实上，这项政策还搁咧规划，预算嘛还未通过。有议员怀疑县府是挑工伫选举进程放出风声，想要救选票。这篇报道内底写，为明年1月7日开始，花莲65岁以上的坐伙人坐客停车，拢会当补助1000点，互袂少坐伙人拢真期待，而且真侪所在拢咧流传这个消息。他的写法是：长辈搭爱心计程车，明年1月1日起，花莲县65岁以上老人每个月都补助1000点哦，12月就可以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爱心乘车卡。那明年呢1月会多入这个1000点。不过，这个福利政策经过调查，县府也咧规划，预算甲相关的办法嘛无送到议会审核。议员质疑县府伫大选进前，挑工透过特定的媒体来放风声，佫无爱讲好明。很多的长辈你没有排付，
你是一视同仁的拨钱进去。如果今天议会真的万一没有通过，请问责任谁扛？这个信息并没有正确，还没有经过议会的相关预算审查，那就澄清就好，没那么难吧？官府社会处表示，这个政策主要是修正花莲县敬老甲身心障碍者坐车补助作业要点，其中甲65岁以上的坐伙人纳入补助。不过目前拢在规划当中，嘛还未公布。网传报道都不予评论，在未完成所有的行政程序完善前，那我们就只能等待。议员强调讲，过去爱心客停车、甲偏乡会当免费坐车等等的福利，落尾手拢无啥理想。即马新增加老人交通补助，每一年爱9000多万，这个钱爱为倒位来？敢有排除好野人？车辆敢有够等等的问题？议会要求官府都要出来讲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台语文化办学会头一届举办朗读会刊观摩赛，比赛完全是参考语文竞赛规则，现场抽题目随朗读文章。尤其是这款朗读的文本，拢是学员家己创作的作品，希望大家互相交流求进步，把母语文化捡到回来。为了发扬母语文化，台南市台语文化办学会头届办朗读会刊观摩赛，来参加的大细汉选手功夫真在北，成900人来这交流学美感。我即届拄啊嘛有投稿，而且我阁会当念着别人的文章，会当互我增加更较侪我家己的写文章这个方面。投稿出版，然后再搁摕着会刊来做朗读的内容的篇章，互因会当相对对咱这个台语文的兴趣，兼提升因的素养。语言是文化的底底，不过孤单也是面临短暂的危机。台南市台语文化办学会讲，未来会扩大举办，提供大家大声自信讲母语的舞台，互阿母的话会当搁一代传过一代。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长期关心台湾人权环境开发议题歌手巴乃推出头一张全台语的专辑，目前正咧全台湾巡回演唱。那顶一搭，伊来到中华的乐和基金会，唱出台湾早年农村社会查某的心境。你是遐哩半年作做。巴乃用充满感情的高音，唱出一段袂当互人发现的感情。长期关心人权、环境开发相关议题的歌手巴乃推出头一张全台语的专辑，目前正伫咧全台湾进行巡回演唱。17来到中华的乐和基金会，写袂少人来听歌。伊的歌声足温柔的，嘛足温暖的，嘿，所以我足爱听伊唱歌的。这届的台语专辑是老师。就是巴乃老师，伊准备已经10几档的这个专辑安尼，算讲是以前拢有听过伊部分的歌曲，感觉讲真美丽真好听。巴乃表示，伊伫高雄大汉伫6岁进前拢是讲台语，伊伫台湾世界行踏唱歌的时阵，发现少年辈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伊嘛希望大家加听加讲，唔通互家己的母语放见。母语就是免教，你就学会晓嘛，嘿啊。我是有感觉讲台语，若是无定讲，会生生也袂晓用囡仔。真侪台湾人囡仔拢袂晓讲，我是感觉若是无去足可惜的。这张全台语的专辑是甲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瓜地和合作。巴乃表示，瓜地和写的台语歌词非常文雅，用写故事、比喻的方式，表达出早年农村社会女性的人权甲内心的稀微。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英国有一个17岁少年人6当前对因老母去西班牙观光却失踪到今，顶礼拜才去互人找到。这个少年人讲伊是互因老母绑票，因为无想要搁对因老母世界流浪过灵修的生活，所以才逃走离开。加在法国一个送会发现，即阵伊总算会当回去英国，甲因阿嬷团圆。画面中这头毛整齐、有自信笑容的查甫囡仔，就是17岁英国少年贝蒂，6年前失踪的模样。2017年，伊互无合法监护权的妈妈甲阿公带到西班牙渡教了后，就失踪。
伊伫甲顶礼拜才伫法国西南部的图鲁斯，互人发现已经为囡仔大汉正做少年的弟弟，讲是互妈妈绑票，6年来2人死去走。带过西班牙、摩洛哥、法国等地，最近是住伫法国甲西班牙边境比利牛斯山区的灵修社区。伊的妈妈甲伊讲，佮要搬到芬兰的时阵，伊决心要逃走，家己行4天，伫这村头拄着好心的送会员。Marcher en pleine forêt, dans un coin complètement perdu, à 20 minutes du plus proche village en voiture. Et mais je me suis dit, c'est pas normal, il n'y a aucune explication en fait pour qu'il y ait quelqu'un ici si tard à marcher autour. Et du coup, sur le retour, je me suis dit, il faut que je m'arrête pour lui demander si ça va, parce que, ou même pour l'aider en fait, juste pour l'aider. 送会员听到弟弟的故事，惊一跳，马上协助伊报警。伊伫警方陪伴之下，坐飞机登去英国大曼彻斯特，甲有遗感护权的阿嬷团圆。This moment was undoubtedly huge for him and his loved ones, and we are glad tha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after all this time. 弟弟讲，伫妈妈带伊对孙自我灵修期间，并无遭到虐待，不过伊无想未来有缘过共款的生活。伊等英国了后，妈妈行踪成谜，警方研判伊可能去芬兰。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来看泰国北部有一个做事人，最近种彩色稻仔，摆出3只大只猫仔的图，暗算年底要开放，互人参观，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观光。田中出现3只真古锥的猫仔，其中上大一只高本石抱一只鱼仔，这毋是画出来图，是真正用胶仔色、浅绿色的彩青稻仔种出来。这是泰国北部清莱一个做田人，请艺术家画出猫仔的草图，佮利用泰国农业大学背后的彩青米品种。用胶色的稻仔做猫的外形甲斑纹，佮用浅色来做身躯。过程中，伊佮利用画彩电绘导致200个人力协助来种。2个月了后，辛苦总算有成果，田内底发出大型的猫仔。แล้วเฉดสีของเขาก็จะ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เรื่อยๆตามระยะของเขาสุดท้ายก็จะเป็นระยะของการก่อนจะมี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นะครับก็จะเป็นสีของฟางข้าวซึ่งก็จะเป็น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น้องคูเปอร์ซึ่ง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มาสเตอร์ที่เราตั้งเอาไว้ครับ这做田人讲，伊将农作科技甲技术结合，目的是提高种植的附加价值。สิ่งที่เรามีอยู่แล้วซึ่งแน่นอนล่ะก่อนหน้านี้อาจจะแสดงผลเป็นข้าวที่ใช้บริโภคแต่ตอนนี้จะเห็นได้ว่า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ก็จะเป็นข้าวในเชิงของศิลปะนั่น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พืชผลอื่นๆเช่นดอกไม้นะครับเช่นพืชผักอะไรที่ให้เฉดสีเนี่ยมันก็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แอพพลายและก็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พัฒนา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เชิงท่องเที่ยวของเกษตรควบคู่กันไปด้วยครับ凯可汉目前在打造观景台，要伫12月30开放鸟餐，互大家参观。伊估算泰国人口当中至少3成饲鸟仔，个时阵会吸引真侪人来参观，为传统的稻米产业带来新的商机。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下半部的温度。北部地区17度到20度。中部地区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东部地区19度到26度，外岛地区12度到2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